伫新春团拜各局处长拢出席，其中过年前曾经因为机票风波被点名的小局长陈英基，嘛传出人事将有变动。不过团拜过后，局长就陆续甲所有科长沟通，了解新年度的业务推动，强调会持续努力为民服务。就是说，在民众的需求上，在社会福利上，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哈。当然为了这个市民，整个市政。这绩效上呢，我们会尽量的努力持续的去做一些我们市民有感而且市民需要希望的事情。既然伫局长的职务要持续打拼，包括儿童保护、老人的长期照顾，一直到职工的角色，拢是社会局持续努力目标。其中一户一户人的推动嘛，成为焦点。我们也准备来推一个一户一睦邻的各个业务的工作，透过志工、邻近的志工、睦邻的志工来帮助一些独居老人，还有脆弱家庭、危机家庭，来协助他们一些事情。当他们这个互相通报的情况之下呢，或者互相协助情况之下呢，能够让社会局这边呢，当有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得以及时的一个协助。我想这个对社会安全网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也感谢去年所有这些市民们对我们社福政策的一个支持，也非常感谢。新的一年呢，也要谢谢在我们社会福利工作呢这些社工和我们这些伙伴们在给予支持。对儿少妇女到老人的福利服务，一直到身心障碍社会救助等业务顶顶塔塔。新年新的气象，小局嘛持续甲民间合作，共同创造温暖大台南。台南新闻阮自何乔邦采访报道。